今次要同大家介紹 HP 電競旗艦級嘅 laptop Omen 16嘅系列。呢一隻機唔係單單喺個外形上面型格咁簡單，仲要搭配最新一代 Intel Core 嘅處理器同埋 NVIDIA RTX 50系列嘅顯示卡。無論你係追求極致嘅 Pro Gamer、Content Creator 定係休閒玩家都好 ，Omen 16都可以滿足到你哋嘅需求㗎。Omen 16採用 Shadow Black 影子黑嘅鋁金屬機身，設計利落現代，質感一流。低調而專業嘅設計，完美迎合咗需要喺工作同埋娛樂之間無縫切換嘅玩家。部分組件亦都創咗再生金屬同埋海洋回收塑料，致力實踐環保嘅理念。玩遊戲一定要睇配置啊 ！Omen 16呢一隻機款有3種唔同嘅配置俾大家去揀。首先係入門版搭配 Intel Core i7 14650HX 嘅處理器。NVIDIA RTX 5050嘅顯示卡，16GB DDR5 嘅 RAM 同埋1TB PCIe Gen 4 NVMe SSD， 進階版亦都配備咗 Intel Core i9 14900HX 嘅處理器 ，NVIDIA GeForce RTX 5060顯示卡，16GB DDR5 RAM 同埋1TB PCIe Gen 4 NVMe SSD， 而旗艦版就採用咗 Intel Core i9 14900HX 嘅處理器 ，NVIDIA GeForce RTX 5070顯示卡，32GB DDR5 嘅 RAM 同埋1TB PCIe Gen 4 NVMe 嘅 SSD。Intel HX 系列嘅處理器專為高效能嘅筆電而設，擁有多核心、高執行水同埋高時脈，適合遊戲、內容創作同埋專業嘅運輸需求，提供住 desktop 等級嘅強大效能，亦都滿足重度多工同埋大型應用程式嘅運行。而全新 NVIDIA RTX 50系列嘅顯示卡亦都創咗 Blackwell 嘅架構。支援 DLSS 4同埋 Neural Shaders。DLSS 4多幀生成技術亦都可以提升40% 嘅效能，同時 VRAM 嘅使用量亦都可以減少30%。RTX 5070嘅效能亦都比上一代提升咗唔少，帶嚟極致嘅遊戲體驗。Reflex 2嘅技術進一步降低輸入嘅延遲，令到大家喺電競遊戲當中反應更加快。擁有咗咁強勁嘅硬件配置，當然亦都要有強勁嘅散熱系統設計啦。Omen 16配備升級版 Omen Tempest Cooling 嘅架構，風扇嘅間隙亦都提升咗30%，氣流提升1.5倍。CPU 同埋 GPU 加裝額外嘅散熱管，令到 keyboard 嘅表面溫度可以降低9度，受熱區域亦都可以減少4倍。呢啲設計都係確保 user 喺長時間高效玩 gaming 嘅時候效能唔會跌鍋，體驗更加安靜同埋流暢。另外 ，Omen Gaming Hub 亦都提供一站式嘅效能監控同埋超頻功能。喺 Unleash Mode 底下，佢最高亦都可以去到170W嘅 Total Processing Power。Omen AI 仲會根據住遊戲自動調整系統嘅設定，實現最高嘅 FPS。而 laptop 亦都配備咗4分區嘅 RGB 背光鍵盤，支援26鍵嘅防鬼鍵技術，亦都可以自己去調校翻 RGB 嘅燈效。HyperX 專業調音雙喇叭同埋 DTS:X Ultra 嘅音效技術，亦都可以為大家帶嚟沉浸式嘅遊戲體驗。螢幕方面 ，HP Omen 16亦都為用家帶嚟極致嘅流暢遊戲畫面。呢一款嘅 laptop 配備16寸16:10W UXGA IPS 防眩光嘅螢幕，解像度達至1920×1200。入門版嘅螢幕亮度高達300 nits， 而進階同埋旗艦版更加提升去到400 nits， 並且支援100% sRGB 嘅色域，色彩表現非常之出色。佢哋都係採用 VRR 可變刷新率螢幕。入門版型號支援60至144Hz， 而另外兩部高階版就支援更高嘅60至165Hz 刷新率，意味住零動態模糊、零鬼影，等大家玩 game 嘅時候喺硬件上面擁有住絕對嘅優勢，帶嚟致勝嘅關鍵。HP Omen 16亦都具備一個10GB 嘅 USB Type C， 兩個 USB Type A， 一個 HDMI 2.1， 一個 RJ45嘅 LAN 線 port 位，同埋一個3.5mm 耳機連咪嘅組合插孔，方便用家連接唔同嘅電競設備。HP Omen 16喺硬件規格、AI、散熱技術，抑或係遊戲體驗上面都有大幅嘅提升。無論你係入門嘅玩家定係專業嘅 content creator 都好，呢一部機都非常之啱你哋。全新 NVIDIA RTX 50系列嘅顯示卡同埋 DLSS 4嘅技術加持，等大家喺 3A 遊戲大作、競技遊戲定係內容創作之中都能夠享受到最頂級嘅效能體驗。想揾高效嘅電競 laptop，不妨可以留意下今日介紹嘅機款㗎。